条新闻的现场，手路菜要来看到近主时家庭的人口愈来愈少，网络资本围路菜业绩一年比一年煞较抢市。过去有人认为讲是围路菜内底上较有代表性的佛跳墙，今年伫咧网络市场生理小可较排斥。调查嘛看到网络资本围路菜上较抢市的头一名就是鸡汤，因为即马大家食物件愈来愈注重健康，也佮有养生顾身体，鸡汤都爱控真久，对真侪人认为讲食了对身体是有好无歹。第二名是年粿，也佮有油鸡，佛跳墙今年落甲第4名。过年若到餐厅厨房，阁变甲那战场咧。除了爱赶这个注文的订单，也佮有这个网络订的年菜，业绩是安尼愈来愈好。油饭这个，我是觉得，就是每次过年家里都一定会有。是我比较喜欢吃竹升鸡汤，所以网购的话会考虑，觉得比较节省时间。因为正里边过来符合这个小家庭的要求，安尼互伫个网络订年菜变甲足行的。其中因为这个养生的意识是安尼愈来愈注重，亲像这个爱开真侪时间看店的鸡汤，嘛来请做网络订年菜的头一名。也佮有这个强定年年高升的甜粿，含吉祥如意的油鸡，就刷咧牌的后壁。也若讲伫个过去方做是年菜的霸主佛跳墙，即马就落到第4名咯。也佮有这个含义是久久长长的烟肠，伫咧热销排行榜顶冠是排第5名。发现只要敷了方便的年菜，在今年的成长是很高的。热的时候，我会建议就是你事先的一个解冻动作一定要的。通常其实会避免一些比较地雷的部分，就是海鲜。即马伫个网络买年菜，会使讲是安尼热噗噗。不过料理专家有提醒讲，海鲜类的煎的甲牵羹，若是讲安尼烫了，搁再烫，就较会走滋味去。建议讲，若是烫熟了后，一摆就爱甲嚼完。也若买年菜，就爱拣迄个较有信用的店家，分量甲加热的牛排嘛爱小炸一下，安尼才袂去钓搭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